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智匯礦業啊，上市編號係2546嘅。公司方面喺西藏為基地啦，主要係一啲砷啦、鉛啦、銅啦等等嘅資源礦嚇。咁我認為受惠住最近一啲有色金屬嘅期貨價格持續上揚強勢啦，行業係受歡迎嘅。12月11號開始招股，12月16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係12月19嘅，發行價格4個1至4個5毫1之間啊。入場費每手為4500蚊多啲，集資額5億半左近嚇。咁睇翻行業受惠吸引啦，咁集資額5億唔算多噃嚇，咁我預期咧有啲炒作空間喺度嘅，大家即管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